哎呀，我等你真久了。我想说我要打给伟哥，然后他第一个。是因为你没有讲。现场嘛，老师会教大家来唱歌戏哦，咱若报名，咱有这个参赛证明的证书。最重要的是，咱有现场报名，可以在现场摕到咱全联礼券100块哦。好不好？我们试试看，一起哦。你要比老师大声一点点，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哇，他真的笑容100分哦，来，心跳贝贝，来，心跳贝贝，很棒！哇，好棒哦！高山瓜，高山瓜，该我所以有，所以有。咱的选手已经准备好啊，即马就要来歌手过招咯！来，咱今仔日团体中的新出演。歌戏呢，伊是咱台湾唯一土生土长的民间戏剧，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戏剧，有包括文学，包括音乐，包括舞蹈，包括这个工艺，包括美术等等，所以是款综合艺术，而且呢是伫台湾这片土地顶端发源出来，所以咱毋茫讲所有的这个民众呢，拢会晓唱歌戏啦。咱办理这个歌仔上星的比赛其实毋是要宣讲全台湾倒一个小朋友上好唱歌戏，咱的目的是啥？就是讲要互大家拢唱歌戏，因为咱即嘛现代社会内底真侪少年朋友，伊连讲台语嘛袂晓讲，连听嘛袂晓听，对无？安尼歌戏上尾一定会小心嘛，会晓唱歌戏，伊甲歌戏才有连结啦。透过这个比赛呢，为歌戏培养更加侪基
本观众。今仔日呢，最大的希望就讲大家来参加这个歌仔上星，大家拢感觉足好耍的，大家拢唱歌戏，大家拢爱看歌戏，安尼咱的歌戏走到万代流传，继续做迄个歌戏始终兼换贴的观众，这是阮这个举办这个比赛上界重要的目的所以希望大家好打卖走，后届继续看歌戏，安尼好无？好，安尼就好啊，安尼就是咱这个比赛上界重要的目的，好，感谢大家。要徛伫舞台顶要表演歌戏，这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每一个人的表现啊，个用心，其实拢看得出来。他都讲哦，恁伫台顶伫唱的时阵，我一度以为是我在评专业组。因来打拢比阮较好打，大家加起来到这个舞台，我就甲你按赞啊！啊，这小朋友伫台顶咧比赛吼，其实听到恁的台语上感动，因为恁的台语讲了有够水。我上青原因是因为啥？就是要大家人捌台语，甲台语讲互清楚，台语若讲会清楚，歌就唱会好听。真欢喜看到团队做，大家真正是包罗万象，老少咸宜哈。你毋是专业的，也毋过我感觉恁逐组出来。恁的声含，甲恁的唱念，真正有够赞啊！很开心哈，看到专业组的拢是这少年的，咱歌戏有希望啊！大家继续伫这个歌戏界拍拼，好不好？
真歹评分，你知嘛？因为大家写拢太好了，伊种相差分啊，所以哦，看后壁哦，大家摇头毛啊。感谢今麦徛伫咧台顶吼，这10位感谢恁的认真甲坚持。所以对着恁的坚持，我首先要甲恁讲，要鼓励恁，恁都爱唔通惊艰苦，爱继续坚持落去。今仔日的比赛对着恁来讲是一个难得的经验，所以唔好放弃恁家己嘛，唔好放弃歌戏，爱继续坚持，好不好？哦，恁足赞的吼，真优秀，好，继续吼。即马就是今仔日上届刺激的时刻咯。不管有对无对，恁拢是通高的。在这一届，你们挤到前10名，啊，都是全国的前10名。我相信呢，未来都会很精彩。先祝福你们。2025年歌戏歌上青人气奖最佳创意奖的是第3名季军，军就是咱冠军。敢若是我呢？少年组呢？就谢谢我的同学跟我的朋友，他们一路上都很支持我。千言万语说不尽，只有感谢。我爱宜兰，我爱歌戏，无想到我会得第1名。董美芬老师伫的，我足紧张的，因为是原唱嘛。准备参加比赛的过程，有真侪老师、朋友、亲戚拢有甲阮鼓励、甲阮支持、甲阮协助。有恁大家的支持甲鼓励，才会当互阮有这个勇气徛伫这个舞台顶，完成这届的比赛。谢谢大家。因为哦，足欢喜的吼，会当阿孙来带阿嬷讲来头一遍带我来唱歌戏，所以我足紧张的。感谢辛苦的主办单位，互阮有机会徛伫台顶唱阮上心爱的歌戏，唱出来每一句每一字拢是对传统的敬意。感谢这个机会，互阮的心意袂枉费，互阮伫这条路继续搁坚持。但是伊无爱功名，伊去追求爱。我嘛毋茫讲，我想阮较无爱趁钱，我来做艺术。毋茫讲，大家拢会使有这个自由追求家己爱的物件。我的愿望就是讲，这么水的传统文化，我希望该传落去。所以我带我的查某囝，毋是为着参加这届的比赛，阮才听歌戏，阮是逐工听歌戏。对，阮洗碗嘛咧听，洗身躯嘛咧听。阮有闲，阮2个都用歌戏伫遐对话，伫遐对唱安尼。所以这是阮。互阮足欢喜的代志，嘛是阮生活快乐的来源。我希望这个快乐会使分享予咱台湾所有的朋友，互咱这个足水的传统文化代代传承。感恩，感谢。学歌戏吼真欢喜学歌戏呢，规工拢是笑眯眯。学歌戏呢，台语会当进步。学歌戏会当互咱的文化更较定根。所以，这希望咱主办单位会当继续来办落去，真感谢大家。摇摇嘿！第3届歌上青全国歌曲调比赛，现在开始咯！各位亲爱的现场的观众朋友，歌上青的活动吼，已经举办了第3届，哇！内底真侪囡仔吼，拢唱得真好。不管是对8岁开始到17岁，其实因的表现吼，每一个阶段，其实因拢因的成长。我感觉讲这是我上感动的所在。参选的这囡仔，大家拢有够用心的，有够宝水的，地方我感觉足感动的。其实呢，每一个囡仔拢有伊的特色。当然，囡仔这个表现呢，咱会当讲是一个对歌戏真大这个期待，一年比一年更加进步。来哦，预备
歌上星的这个比赛吼，伊毋是要比全台湾向上会唱歌戏，是要互所有台湾的民众拢会晓唱歌戏。这个参赛者是为5000多人内底选出来，所以真正是无简单。本来以为讲即摆囡仔吼，可能练台语嘛，讲袂练转啦。啊，想袂到讲昨昏吼，哦，大家拢唱了真好吼，所以阮伫评审的时候啊，真困难。都是很年轻的参赛者，咬字音准其实都相当好，比我自己原来期待跟想象中要好很多。真想讲吼，全部拢甲录取入去。其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进步的非常多。啊，过来一寡外口的吼，素人这种的，吼，因表现非常好。甚至有几度我听到起鸡皮疙瘩，然后也有一些部分我觉得他们参赛者居然有我觉得可以学习的部分，我觉得蛮感动的。听人在唱，内心会笑，嘿，感觉希望。我嘛非常感谢迄个学校的遐指导老师吼，因的教导，因为老师教因唱，因才晓唱嘛，嘛感谢所有的家长因的支持啦吼。歌上星的这个活动伫咧推广，我感觉是互这个所有台湾的这个爱歌戏的这个兴趣的好朋友有一个最好的这个舞台，然后让观众然后在这个平台看到人也知道哦，原来这些就是歌戏的取代。我觉得这个对推广歌仔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绩效一个功能。今年是由这个歌戏的这个推广基金会来做，一定会愈办愈好。这个歌上星其实是要为歌戏制作更加侪基本关键。咱保留传统，对传统再来创新，安尼嘛靠些少年人愿意来看。歌戏本身伊咧做一个调整，伊若无顺应现代潮流，伊会叫时代该淘汰掉。难得现在有年轻人愿意站出来，所以我们要多多鼓励他们。希望有一天把它推广成是我们的国剧，对，歌仔戏变成是我们的国剧，互台语这个文化会使更较深、更较稳定。希望大家会使唱歌戏，吼，冤家嘛唱歌戏，要炒菜的时候嘛唱歌戏，扫涂骹的时候嘛使唱歌戏，爱变成生活语言。人伫咧讲落声若响，观众就来。好戏连台，一代传一代。我希望咱歌上星嘛同款，会当一代传一代。好大卖照。
各位，咱即摆伫咧现场，也阁有线顶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来到第3届歌上星全国歌曲调比赛专业组决赛现场。我是今日下晡的主持人郭玉环，我是刘冠仪。是，咱目前啊已经在完成少年组、团体组，也阁有成人组的比赛啊。刷落来就是剩上尾一个专业组的决赛，终于要登场咯。吼，因即马拢坐伫边啊，会紧张无？笑袂出来，你看。好啊，首先要甲各位说明一下，咱即马看到咱现场，咱进前3场比赛现场拢无甲对。今日为着专业组的比赛，主办单位特别安排现场的文武评，所以呢，要利用这个时间介绍一下咱文武评的老师，会互恁镜头哦。所以我要看小抄。头一个是咱武评领导庄步超，掌声鼓励。咱武评的下手汪家祥，感谢陈玉伟，咱的头手弦江平仪，辛苦咯。咱的三弦乐琴李知英，芝芝，咱的二手弦龚弦吴全展，阿电呢？电啊电啊，大提琴陈胜璇。掌声！咱拼那个董潇、陈星汉 ，Polo， Polo。上尾要介绍的是这本真辛苦，为咱所有决赛加专业组的参赛者的曲来做配器甲编曲的。咱郭真宇老师嘛是扬琴，上辛苦的珍珍，郭珍珍啊。对，毋过咧，咱伫咧进入这正式的比赛进前，共款咱来邀请咱上辛苦的评审团的先生出场啊。最后一场啊。是。你要下班啊？嘿，要下班啊，要结束。好，一位邀请的是咱的总调集人林茂贤先生，掌声有请。第2位，咱要邀请的是咱的王金英先生，掌声有请。恁的爱大声甲发出来，不要紧。对再来是孙翠红先生。你会使叫伊小凤姐姐啦。对。还有 pose， 袂赴叫人翕相。哎，欢呼声来继续哦！咱即马说了，要介绍的是咱的董美云先生。大家拢足热情的。那呢？好，后一位尖叫声，尖叫声，吴英顺先生。最后一位是咱非常亲切的齐阿雄先生，尖叫声，尖叫声，尖叫声！真欢喜是因为要下班啊啦。好，咱共款，咱照惯例嘛是共款，爱先邀请咱的总调集人林茂贤先生为大家说明今仔日评选的办法，掌声有请。各位善男信女，大家午安。伫即个每一年即个歌上星比赛，上届激烈的拢是专业组，拢是专业组。那么专业组呢，甲其他的组别无共。什么少年组啦、团体组啦、成年组，阮的目的拢是要互大家拢唱歌戏所以呢，因无需要装扮，嘛无需要骹步手路阮的标准就讲，你会晓唱就好啊。因为安尼才有法度呢制作更较侪歌戏的基本观众啦。所以歌上星伊的即个举办的目的，就是要培养观众，毋是要培养即个专业的演员。那专业组无共，专业组因是以即个歌戏呢为业，所以呢甲其他组别无共，就讲因爱装扮，然后呢爱阁有骹步手路，这是甲人无共的所在。那为什么要设这个专业组？阮是希望讲会当互即个歌戏的少年人呢有出头的机会啦。因为你若伫我这团的一定是我做主角嘛，
轮袂着你啦嘿。虽然我应该哩啦啦，但是呢，我感觉我上好，所以呢，这个专业组伊最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少年的演员会当有迄个徛大的机会，并毋是讲要选全台湾倒一个向上要唱，那要选台湾向上要唱，这个孙翠凤啦，迄个鸟子啊，王金英啦，迄个董美云，因拢无来报名，对无？所以讲咱毋是要，咱的目的就是讲要让少年的有机会徛上舞台，这是这个专业组最主要的这个目的啦，那这个歌艺呢是歌剧嘛，所以咱今仔日的这个专业组评审的这个标准呢，甲其他嘛无共，那第一个呢，咱评审的这个标准呢，第一个就是你的唱功，因为咱拢知影歌艺上重要是啥？唱曲、口辨，过来呢，脚步手路，这是歌戏的核心价值，这是袂使改变的，所以呢，唱功包括了你演唱的技巧，你免甲这个曲调呢，甲唱了好听，所以平平七字啊调、多马调，但是每一个演员因唱的拢无共，这就看你的技巧啦，过来音准，音袂使叫飘逸啦，袂使背韵啦。袂使走韵安尼那过来就家字，家字，就讲你家字爱正爱清楚，因为咱若伫外口演外台戏是无字幕的对吧？你唱啥话，你讲啥人听无，安尼就是袂使过来呢，第二个标准呢，第二个这个基准呢，就是迄个脚步手路，脚步手路包括你的演技，第三个这个这个标准呢是迄个台风。台风就是爱稳唔通紧张唔通紧张所以这是咱今日这个评审的这个三个这个标准啦那以往呢，咱伫专业组内底呢，还有一个真重要的美感，就是你选曲，这个曲是毋是适合你唱安尼所以讲咱的标准呢，甲其他的组别无共，咱嘛毋茫讲伫遮呢会当发现这个歌戏。明仔载会天龙古青千王巨星啦，希望讲恁以后呢，伫即个歌戏的表演艺术内底呢，拢会当即个出头天啦，所以这是咱办即个专业组上主要的即个目的。那下面呢，咱的评审呢，拢是歌戏界上界资深上界优秀的演员包括即个董美云王金敏女士，还有这是咱人间国宝，恁知啦还有孙翠凤，这大家拢无会讲所以呢有学界包括就迄个音乐的这个教授还有戏剧的教授所以呢，咱一定这个比赛呢，帮你甲上界公平上界公平，所以小等的呢，就看恁上台的表现感谢大家。感谢吴贤先生的说明。咱即马呢，嘛先邀请咱所有的足紧张的参赛者，会当先到后台做准备。咱嘛请大家互因一个扑啊声，甲因鼓励一下。咱已经经过这3场的比赛其实咱会当看到每一组的参赛者，真正实力拢非常的坚强。嘛，互咱看到讲，咱台湾各地真正有遮尔侪喜歌戏的好朋友来到这个舞台顶。也毋过到专业组，咱心情就变甲较无共款因为这比赛的强度会愈来愈悬。所以这奖项的办法就同款啦，爱辛苦咱所有的评审先生辛苦恁那利用这个后台准备的时间向大家来介绍一下咱的节目。首先，咱有10位的参赛者，因轮流上台表演完毕了后，咱会请咱评审的代表来做讲评。讲评了呢，咱会休困10分钟，这10分钟就是要互各位观众，还有咱网络的观众咱来投票选出人气奖。无毋对，到时阵呢，咱就请这线顶的朋友恁能够到咱这个歌仔上青官方脸书粉丝专页，就会看到一个咧投票的链接。每一个人有一票，
现场的观众朋友，咱嘛是共款，咱趁到这中场休困的时阵，会当到这前台区的所在，投下恁现场的一票。所以恁每一位拢真重要哦，恁就是咱这人气奖的评审啊。所以恁在心中投下恁这一票，投互你上喜意的参赛者。嘿，所以呢，咱现场的观众，你毋免紧张，咱投票时间也未到。演出全部比赛结束了后，中场休困的时阵，这个投票的链接才会拍开。所以你即马去看无路用哦。所以咱专心来看咱的比赛。即马要提醒大家，恁若有手机还未关机的，趁即马咱紧甲关起来，要影响到等一个参赛者表演的过程。而且佫提醒大家，咱即个比赛过程袂使翕相，袂使摄影，嘛袂徛起来，莫行路影响到别人。迄个咧哭的，我知影恁爸爸等下要上台，你即马就咧替伊紧张啊嘛。伊咧讲爸爸加油啊！嘿啦，莫安尼啦。你哭我嘛紧张呢。是，好刷来向大家说明，咱专业组的比赛嘛是共款哦，伫咧120秒到180秒，也就是讲，这表演的时间啊，要控制伫咧2分钟到3分钟之间。我相信咱即马后壁这所有专业组的这参赛者，应该拢已经准备好啊。咱就互咱开始来邀请头一位的参赛者。是。咱专业组第1号的参赛者郑丽蓉。要演唱的是。做班头啊，接七字啊。掌声欢迎。哇！其实我无讲会使拍扑啊呢，
啊无啦，表演要好，咱就甲拍谱啊。后台叫我提醒一下，咱为着这个创作权吼，咱卖录音，吼啊过程当中咱嘛卖徛起来吼，惊影响到别人。无毋对。吼头拄啊丽蓉这段真精彩。是。伊是顶一届咱专业组的亚军第二名。啊，伊讲吼，其实伊有一点仔后悔，咱过来比赛。啊，是安怎？因为压力足大的啦。啊，即摆熟悉人愈来愈济啊，有乌包你知？啊，毋过伊身躯边吼歹朋友足济，大家拢讲，互伊，你去，安尼系救助别人。过了开话，要毋过咱其实毋管输赢啦，咱嘛是爱勇敢挑战自己。尤其咱其实爱丽蓉哦，还有小吕琼舞之称呢。伊的声比琼舞啊较像琼舞啊啦。哦，比琼舞啊更较像琼舞啊安尼。好安尼，咱接下来咱要上场的是咱的专业组第2号的参赛者叶嘉瑜。伊要演唱的是大马调以及大马摇板。掌声欢迎。感谢咱叶嘉瑜的演唱，嘉瑜啊嘛真特别哦，伊是对布袋戏开始啊爱着咱的这个传统的戏曲，啊伊到剧校啊去训练了后，伊才感受着讲做一个演员原来有这么侪爱学习的功夫，啊伊嘛真珍惜这次会当徛伫咧舞台顶做主角的机会。有法度徛来遮拢真无简单。对，无毋对，无毋对。后一位要上台的是咱专业组3号的参赛者罗灿君。是啊，伊所要演唱的曲调呢是《背书》啊。掌声欢迎。
多谢灿君的表演。灿君伫咧戏剧行业学戏已经8年啊。对。吼，即马嘛有咧参加一寡电视剧的即个表演演出。哦。嘿，希望家己会当成为一个专业的演员。对，参加电视剧哦，其实嘛是一种学习啦。嗯。其实我嘛足欣赏啦，我嘛希望我安尼机会。来台湾各大电视台，咱制作人、导演、编剧，你有听到吼？咱大鼓想要看戏。无啦，讲生笑我唔敢。我有替你讲过啊。好，希望啦，希望。好，咱即马后一位要上场的呢，是咱的专业组第4号的参赛者林嘉欣。要演唱的曲调是《杜马调》，掌声欢迎。我看到起鸡母皮呢，真的吼，系啊，系啊，感谢咱的这个林嘉欣的演唱。嘉欣啊，伊当初会报名咱这歌仔上青，是希望讲伊会当伫咧比赛当中呈现伊咧学习的成果，嘛希望借此机会啊，看到其他参赛者的优点，互相学习。对啊。我有听讲伊本来伫咧外口民戏班，无毋对。后来到学校来做专业的这个练习，其实伊爱。点样来讲？定洗一遍，无毋对。以前伫咧戏班所有的物件，可能爱定来，对，爱定心来学习，真正不简单。好，后一位呢是咱专业组5号的参赛者罗子嘉，伊所要演唱的歌曲是《新十吹啊调》，掌声欢迎。
咱自家的演唱吼，伊目前是迄个戏剧学院高中3年的学生。要毕业吧？嘿，伊嘛是连续3年有来参加比赛。哦，伫咧第1届比赛当中，伊有摕到最佳潜力奖。哦，嘿，茂贤老师潜力要安怎讲台语？你看，我就是讲，我就讲我要真是嘛，我就要甲克解，你知道吗？所以我只 Q 到老师说。所以我可能以后拢无舌头啊。主持棒互摕掉去。安尼希望伊吼以后伫咧即个舞台顶会当有更较侪发挥。是啊，嘛希望伊今仔日当得到一个真好的成绩。好，咱即摆后一位要上场的呢是咱的专业组第6号的参赛者曾博豪。伊所要演唱的是江湖调、破挂调以及十粒啊。掌声欢迎。钱啊，上无缘啊会，摇着大家的世志恋，把着世界的该签的人留恋。哎呦，抽林签的扑成歌哦，签成歌定是扑我兼算命，扑男生男，扑女生女，扑我恁姊夫困你大姊扑我亲像你扑大兄是在小弟有事抽签着放心指示到抽签是着较弟的。哦，阿桑，你开油头甲面啊？哦，来啦，抽林签扑心歌咧。签通的来支持的，拜托你来改心味哦。哎呦喂，太古3年来又太戏，哎呦我太戏耶！头记是日出的黄昏山嘞，光明清净是照世间嘞。我着树林山咯，今日是世，是拢啊平安啊，拢啊平安啊。这故事吼，和亲情有关的啦。啊，元宵灯节是老包公，天雷报的故事啊，藏啊林中啊林中因哦。爱保证请雷公，包公请雷行林中。头枪是那心那有了，包公请雷来行林中，你会惊孙子公平啊平安中，你着心。免惊天大风，等一个别查某囝就会来带你转去咯，别烦恼啦，抽林切的扑成歌哦。
咱感谢曾博豪的演唱，阮拄则伫咧幕边啊，佮伫遐斟酌看讲，伊到底是毋是真正咧自弹自唱？啊，徛紧真正看到伊的乐琴顶完，佮有连一个麦啦，所以是真正是自弹自唱哦。真正家己弹。是啊，真厉害。对，啊，博豪伊虽然啊毋是科班出身呢，啊，即届会当报名这专业组进入到决赛，伊家己嘛感觉真意外。啊，毋过伊有希望哦，伊希望咱大家会当甲伊共款，用这种轻松的方式来亲近咱的歌戏，将咱的歌戏甲唱落去。其实看一个演出吼，看你个喙笑目笑，安尼这个演出就足成功啊。对啊，对。哦，咱看演出，啊，毋是哭甲足凄惨，就是笑甲足凄惨啊。好，后一位要上台呢是咱专业组7号的参赛者龚俊杰。是，伊所要演唱的是板头、7二连转7只摇板、鼓锣彩板甲慢动紧。掌声欢迎。俊杰这段表演真特别，尤其后壁这个是小戏。哦，对。哦，咱迄个做歌戏，小戏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规则。哦，比如唱八管，他都话有公溜啊，溜公溜啊。咱讲慢动紧，一定会唱这段。哦，啊，伊本身吼，伊是去年迄个成人组的冠军。哦，成人组的冠军。嘿，今年来挑战专业组。真正非常嘿，无简单，伊毋捌受过专业的训练。完全是伊家己一个人教伊，一个人去练习。啊，伊自细汉因为对着因阿公世界看戏，吼，所以歌戏是伊的上爱。咱为昨讲到今晚拢是对阿嬷看戏。
第一个对阿公的就对阿公较赢，阿公较赢。所以伊讲伊即摆在厝做啥物代志，踮洗身躯嘛咧唱歌。是啊，就像咱以前老师讲的，就是扫涂骹咱嘛唱，咱共款你也是咧煮菜嘛唱，伊是连洗身躯嘛拢咧唱啊，真爱歌就对啦。听讲伊嘛佫是一个台语的老师呢，系啊，所以嘛是咱真好歌戏的一个推广的代表安尼。是。好，咱刷落来，咱后一位要上场的是咱专业组第8号的参赛者。陈佑威，伊想要演唱的是《倒班头接七字仔》，掌声欢迎。感谢佑威再来演出，伊自细汉对妈妈看电视歌戏。嘿，即马高中的时阵选择要来咱戏剧行业学习。无毋对。嘿，希望因为本来只是兴趣，兴趣变成学习的专业这个压力无共款。对啊，对。嘿，伊希望家己会当愈来愈成长。咱即出戏咱看会出来，这其实就是花木兰的探营的站头。毋过伫一般咱传统的戏曲内面大部分拢是小段会挑战即个站头。毋过幼威其实是学小生，所以伊是用即种的方式来挑战自我。是。好，咱即马后一位咧，咱要上场的是咱专业组第9号的参赛者吴建伟。伊要演唱的曲调是背沙调转七字仔。掌声欢迎。
心拜过走，顺便接酒，起欢喜头。感谢咱吴建伟的表演，吼，的欢呼声真有够济。囡仔伫遐啦，嘿呐，伊足乖拢无哭啊呢。唔知有欢呼无安尼？嘿啊！啊，建伟啊，其实伊即马毋是一个专职的演员，也毋过啊，伊将来毋捌离开过咱的舞台，伊只要有时间哦，嘛是共款去继续训练。啊，伊讲即个会当进一寡决赛啊，对伊来讲就是展现伊多年来努力的成果。毋知因某是毋是逼伊来？你有流目屎无？好，接落来是咱专业组10号的参赛者，嘛是最后一位林婷怡。伊所要演唱的是《杜马调》啊，《庆歌调》甲《杜马调》。咱掌声欢迎。小姐啊，已经连困去了，到我就惨咯。新娘店穿红宫，相喜之儿灿烂辉煌。呀。
咱感谢婷宜所带来演唱，伊目前是一个研究所的学生。伫咧大学的时阵，才加入这个歌戏的社团，开始学戏。伊希望伊日后会当一步一脚印，好好来做戏。是，伊伫昨下嘛是得到咱这第3届团体组的冠军哦。是，昨穿红衫，迄个应该是。对，无毋对，无毋对。咱即摆咧专业组10位的参赛者的比赛。一定告一段落啊！咱真正每一位啊，拢非常的优秀，真正非常，因为因逐拢是专业的，所以拢真正足刺激的。咱即摆咧再度共款邀请咱所有的参赛者，转来到咱的舞台顶，做伙听咱评审团的讲评。来有请，掌声甲因鼓励，对，鼓励因真正过啊啦吼，嘿，真辛苦完成了今仔日比赛的任务啊！好，咱首先邀请的是董美云先生来替咱做讲评。真感谢咱即马伫咧台顶所有今仔日来参赛所有的参与者吼。首先要多谢恁为着歌戏安尼遮尔坚持，尤其恁遮少年，有诶还佫伫学校，还佫甚至包括头拄仔上尾啊一位是对社团开始，才加入歌戏，慢慢啊加入。不管是毋是即马，还佫有伫咧歌戏即条路的顶面，或者是还佫伫咧读册，或者是毋是伫咧佚佗的，我想对着歌戏的喜爱，应该伫咧恁今仔日的表演顶面，阮都发现到恁对歌戏的热情，所以恁大家表现拢真好。但是亲像昨讲的吼，我昨嘛有讲即句话，就是名次有限，毋是恁无好，你是因为名次是有限，所以我想恁应该爱先。接受伫现场，大家对恁的肯定，恁拢是第一名，吼。所以，请恁一定都要继续坚持，不管是伫咧文戏或者是武戏，只要有时间，学校都认真学。若是伫咧外面，毋是伫学校的，咱就兴趣毋通断去，爱继续去拍拼，继续投入。只要恁若愿意认真，日后伫咧歌戏这条路。一定拢有恁的名，都很优秀，都很棒哦！谢谢你们。多谢唐老师，再来可以咱邀请孙翠红先生来替因做讲评。我应该是头一届吼来参加这个歌仔上星做评审。那昨甲今仔日，昨带着快乐的心情，大部分拢是业余的，真侪。因愿意来歌仔上星唱歌仔互大家听，不管有得到奖无得到奖，这就是咱即马咱的政府、咱的基金会董事长用心良苦，希望会当将歌仔互大家当作流行歌安尼唱。但今仔日我非常的期待，就是这场专业的这场，终于我有看到有几位非常非常的用功。表示伊的身躯除了有唱以外，有念以外，唱念作答。我终于伫恁的身躯有几落会看到，这就是歌戏的演员爱个较精进的部分。咱若甲其他的这个戏剧来比，咱毋通输人无输阵。咱即马有学校，有老师咧教，大家只要肯用功、用心，咱绝对。有法度甲歌戏提升甲变做咱的国宝，所以今仔日唱念作答，我已经看到好几位是未来的明星，我觉得我没有白来，感恩大家，感恩。多谢孙老师，再来，咱邀请的是王阿姨王金英先生。各位小朋友，大家辛苦吼。会当看到歌戏的未来，恁这拢是歌戏的栋梁。只有是一点点的小缺点啦。这个技巧性吼，老师爱甲恁讲，因为有人发音吼，鼻音伤重，喙无够开吼，敢若唱伫喙口，到喙无够后，到后无够心肝头。无用这个丹田安尼发声出来，唱歌是爱唱出来，爱经过后脑这个撒出来。
有共鸣的声音。啊，佮注意第一，毋通倒立啦。这个唱歌倒立，咱家己，恁即马要做专业的演员吼，摕着这个剧本，这里要唱七字啊，会倒立，咱爱换一个方向。这个七字啊，是亲像一个轻共款，你要安怎弯安怎弯拢袂要紧。这句袂用个唱惯的，咱爱唱假，吼。可比讲。我先骑白马，马变用白嘛，白马不能看运，先骑白马安尼就好啊，不要白马就会变用白，好，爱注意这点就好啊，大家真正用心，搁再加油，恁一定有未来，歌戏的栋梁就是恁啦。多谢王阿姨。是，咱即摆说落来，咱就先邀请咱所有的评审先生辛苦了，先去休困一下，到咱的会议室内面准备这要拍分数的任务。那么感谢咱即摆所有台顶所有辛苦的参赛者，会当先到后台休困一下。是啊，咱即摆吼，看到遮尼辛苦对啦，我知系啊，就是咱。即有遮尔侪参赛者，因有遮尔侪优秀的表演吼，咱是毋是共款？咱嘛还要互咱遮专业的这个乐队的先生，互因一个普话声鼓励一下，辛苦恁咯！辛苦咯，下班咯！是啊，我阁袂使下班呐。嘿，咱两个袂使啦，毋是你尔，我嘛袂用诶。迄个孙老师吼，他拄啊中昼食饭甲讲，哦，阮这做演员的吼，叫我朝九晚五吼。哦，真辛苦！伊早起9点来，你看，到即马才有法度走，大家拢真辛苦。非常辛苦。是。啊，即摆时间吼，咱替大家介绍一下咱小等的节目，休困10分钟。哎，记得咱要创啥？投票。吼，人气奖，咱外口有一个投票的帮，会使打起嚟讲吼，我有出去看一下。啊，无你手机网络你也可以投票，吼，投出咱的人气奖，哦，人气奖。啊了后呢，10分钟了后，咱转来现场为大家准备精彩表演，寄新戏台要唱互恁听。是啊，表演结束了后呢，咱赶快嘛是邀请到那个什么 Art Podcast 的主持群来到咱的现场哦，甲咱的歌仔戏自称呐南沉呐沉下去的沉呐，系啊冠良老师，啊个我常常咧讲啊，咱这个戏曲的美声老妖精啊童婕妤这位主持吼，主持咱的节目叫做《麻瓜与魔法师》艺世界的演导场。咱现场的观众朋友啊，恁有福啊哦，恁有机会当上台来做伙参与。啊，线顶的朋友，恁嘛是共款会用的参与，而且佫有这抽奖的机会哦。嘿，我讲较紧哦，我无讲较紧，伊拢唔敢行啦。紧的，想要下班啊。咱投票时间有20分钟，吼，10分钟休困。了后，咱转来看节目。第一个节目表演结束了后，咱就关起啊。好，咱即摆会使去歌仔上市官方网站台湾歌仔戏推广基金会顶管，你就使看到一个连结投票。好，啊，20分钟了后就会关起来。是，所以现场观众嘛是共款，咱等一个紧去前台区的所在投票，嘛是伫咧20分钟后就会结束哦。所以咱即摆就先啉一瓢水哦，休困一下，马上就当转来欣赏更较精彩的节目。按10分钟后，马上转来现场。
3届歌仔上星全国歌仔曲调比赛专业组决赛现场，今晚为大家所准备的节目是《寄新戏台》。这是咱的主办单位台湾歌仔戏推广基金会所制作的新歌哦，希望会当让大家看到这歌仔戏有真现代的表演。假使啊，咱大家顶年若想看过这少年组的表演节目《歌仔上勇》，啊，就对这个组合哦真熟悉。是这个作品呢，是全新来编写的。为秀琴歌剧团安平对唱剧内底的这个寄新戏台这段来得到这个灵感。而且邀请到旧年歌仔上勇的这个创作群，做伙过来准备这段节目。咱的创作者有阿佳、曾柏豪、DJ Zero W、米雪、刘子琪。等人，所以呢，互大家看到的是咱歌戏加 rap 的结合。这次的主题啊，是以这歌戏演员的人生来编写的。咱内面呢，会当看到，会当听到，特别去用田野调查哦，这录音的声音伫咧内面。今年嘛真特别，佮邀请到顶年专业组的冠军林志玲来做伙参加演出。是。啊袂莫紧张，已经有知识才伫咧较咧。是安那个，是安那个最后一段，咱搁读只歹读的物件。系啊，你较歹读啦，你有英文，我无。希望咱等一下吼，除了有好听的音乐之外，嘛会使感受一下咱演员伫个戏台顶、甲戏台骹无共款的人生。好，咱即马来邀请咱的演出者阿佳、DJ Zero W、米雪。林子琳所带来精彩演出，寄新戏台，掌声欢迎。会送，今日来学希望基因的爱代表手播戏了开始，研发囡仔一步一步成为顶头水，才对得起的团出头人主角都有我自己，去头新的落地扫，演到也大戏，演的是咧拖地色，今日讲演戏，南北二道10块10块当作食补，今日我在讲讲出身脚无手路。寄新地，这个戏台步兵马上班，北中厝做文练，叫上路途800款，拍平细心加唱。会使得到迄种支持，发出去圆满。后来革命安排4条村，训练遐尼久都无期待来今仔做头手。播戏3分可能就咧7分搁后场，扮成写新歌戏，准备顶到久就顶到久。报国，报大父，招招。
故做爱第三句的话，讲过生遐尼真在亲像八卦。人讲爱情是无分性别，无分国内化，两人开手听乒乓彩，心着写的歌。迄条歌叫做乒乓彩。咱的爱情无同款，像咱做戏看你食饭，对你约定无条文，这种爱情无单纯，这种爱情无单纯。咱的爱情无同款，你拄下班我甲就在时间，就咱两人分，这种爱情全基本啊。情是喜还是假？人生行到最后的时阵，真正完满在伫歌戏内底。才看得到。我就是一旦进入了工作，我所以就丢掉了。有当时大上班咧做戏的时候，有在想规个月拢无休困，无休困拢伫咧戏班，一整几天，等下喊着胖戏。咱的爱情无同款，我爱无对破，撑着这对波，这种爱情无成分，这种爱情无成分。咱的爱情无同款。玫瑰爱，玫瑰袂使表现美丽，哪会无气氛？你讲这种爱情无基本，这种爱情无基本。是啊，袂坏空，是金马景大白，有心是大受我，袂食袂困，是亲那多歌，真正是艰苦咧无开话。人讲亲像是温情亲像山，行过树若扛过后山，亲像日光照过下椁。是袂坏脚咧分脚手，倒袂亲像咧洗马牛。人讲亲像是袂过计较好笑，照我逐逐看我大汉看你变老是相对咧变化。叫生囝结花手，3分巴肚咧不是伊。咱的亲情无同款，爸母做去看，囡仔下课记忆拢伫起个骹。囡仔的世界就伫标定，跳啊跳啊。咱的亲情无同款，如今默默看爸母健康报告烦恼真着大，我要如何做伊上大的靠山？我为你照顾阿家买菜，啊我已经啥物拢记袂来，叫你去做。一个好翁婿，啊你若听着，母啊，你家己伫遮是咧创啥啦？谁啊？经过爱情，享受亲情，普世感情，拢算强情，大家大点，如何带领？人生如戏的演员，人生难容，期待春天开花发意，心甲时间来压肥价钱钱钱，也伫你甲我，也伫甲时代的陪伴，也伫台湾的土骹，讲起咱的歌，日子讲袂煞，黑夜的梦做年轻，无吃亏，钱无下是过日袂心酸，那双脚双手才叮当，那春人手落会紧张，那一心追求稳美梦啊，每次做戏的准备，亲像十岁怀胎，走到顶顶上天空，车拢起用期待，关拢带动工程带着家人，甘有完全你讲开袂好啊，跳出歌曲，把你精彩。青春拢靠歌曲，刷着天八卦。期待小心小道，把手看电视。歌曲开启所有代代来唱唱。我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毋捌歌讲现代湾竟然应有世界。行心去台顶。一处比着亲像
咱感谢嘉信戏台精彩表演。说落去，咱要带来节目是《麻瓜与魔法师》艺世界演导场。咱欢迎那个什么 Art 朱启群、Mavis、Kira、苏威佳，咱掌声欢迎。欢迎来到再度回到那个什么二的节目现场，我是艺术小白，但是越来越喜欢戏曲的 Kira。我上一段有说过，我现在对戏曲略懂的爱好者 Mavis。我是艺术的工作者苏维嘉，大家好。我们依然还是有那个任务吗？对，我们有那个任务，那个任务呢，就是当大家看到温塞水平的时阵吼，就表示人气奖的投票已经结束了。所以今年所有的人气奖都已经结束了，不管是网络上或是现场的。所以呢，要是明年呢，就是明年要请早了哈，没有啊，每年探炸哈，每年探炸，爱看炸几嘞哈。那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这个最后一场串场。我刚刚在后台在想说，这表演这么精彩，然后戏曲的这个地方这么有趣，我是不是一直聊天聊下去，我就可以不用结束这一天？然后你很想留在这里，很想，爱上了。那维嘉老师呢？就是在后台的时阵听，我今仔听到就是这两天听到就是故事啊，讲就是台语啊，知影这个行业内底有就这无简单的所在，啊，甲趣味的所在，感觉就欢喜的。真的是非常官方的一种回答，但是今天真心呢。真心呢。安娜 baby 谁？我觉得在后台看到很多人彼此加油啊、鼓励啊，然后感觉都是认识很久的朋友，好像因为这个热爱，然后大家变成一个大家庭，让我也很想要能够加入他们。所以你明年参赛参定了吗？至少就是记一下 video， 参加初赛我是可以的啦。OK， 那你曲目你上一场还卡住，你这一场你想到了吗？就是我要跪求一下魔法师组来教我一下。两位老师搁在玩家。对，我们现在还在决斗中，可能他们结束之后也不太愿意帮我选了啦。好啦，这魔法师呢，就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已经被 Mavis 指定为他明年的艺术表演指导了哈。首先呢，还不知道他可能已经被指定的是曾经2度入围传艺金曲奖最佳导演奖的刘冠良老师，欢迎。大家好，我嘉良。那另外一位呢？他可能呢就可以帮助 Mavis 去看看，说他可以演旦角的什么样的角色。他是水狗牛啊，水当当美声小旦的童洁玉老师，欢迎。好，我是是。那现在我们的魔法师组跟我们的麻瓜组，都站定位了之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说，我们斗了3局哦，这个麻瓜与魔法师异世界演斗场总共斗了3局，现在来到第4局，最后1局了。到底你们在为了什么奖品在斗呢？你们有没有好奇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拿不到，观众才拿得到。因为前几场来参与的观众是可以拿得到的啦。好，那这一次的奖品我来公布一下，就是呢，赢的那一组可以许一个心愿，然后另外一组就要为他打车。你是说我们彼此哦？我以为是观众得到的奖。不是，OK，是你们彼此，就麻瓜组跟魔法师组，这个分数积起来是有原因的呀。OK。对，那你们要不要先许一下你们给魔法师组的心愿是什么？就是如果麻瓜组赢了的话，想要热情的邀约2位老师来到我们的 Podcast。来讲那些刚刚说的一些故事，是那个什么2，大家到时候就可以来收听老师他们会给什么样的秘辛啊？他婆要给爬起来，没有错。那老师呢，对我们麻瓜有什么样的许愿？虽然我们能力不足，但我们心力绝对是100%。我们的心意也是100%，百分之百啊！您讲恁这2天已经爱上歌戏，嘿对。阮若赢吼，你就是来参加1天的民戏表演。民戏表演不是，我讲一下，不是表演，是民戏1天的生活。对。所以我们从前面的搭台
到收道具。了解，对。这个我可以。你可以啊，你可以，那你就来吧。好，所以说呢，我们已经听清楚我们这边两边的心愿了，所以要准备来进到最后一局。但在这之前，我们要来公布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上一场有网络投票，最有创意的那一组呢，会得到一个加权分数。前面第一次投票呢是平手，但这一次的投票可是有分出输赢的。大家觉得是谁呢？一定是我的猫走路啊！哦吼。我觉得应该是你的。我骨袂倒嘛，袂歹嘞。好，快速来公布，因为我们时间也不多了。来，得奖的是魔法师组，加权分数20分，来到了46比26。我就问麻瓜组你们要怎么追？所以我们呢最后一局来高一点的分数哈。最后一局的比赛呢就是你演我猜，也就是说呢有一个人呢比如说像是魔法师组上来之后就是威嘉老师在这边哈，万良老师先比，然后婕妤老师猜。但是呢同样我们要来邀请到观众，现场的观众呢希望大家可以来加入我们的麻瓜跟魔法师组，来帮他们打气画下，尤其是麻瓜组现在落后20分，你看就给丢了，1题5分，这样就追起来。所以我们来请Mavis 跟婕妤老师下场去找这个有缘的观众，邀请观众帮一下，现在的这个落差可大了。哦，这里有一位，有观众要猜吗？谁？来，这里有一位。到底呢？那边你的手，哦，来，那边咧的手的啊，应该可以。这里有一位俩手，这里有一位。感谢大家的热情支持。我跟阿良的说话。好，这一位先上来，这位怎么称呼您 ？Kevin， 哦 ，Kevin， 这非常的洋派的名字，很赞，喜欢。好，来另外一位勇者上来了。来，请问怎么称呼您的大名？我叫蔡秀芬。蔡秀芬好，金姐好，来秀芬跟 Kevin。好，我们首先呢这一局呢是麻瓜组要先攻，所以威嘉老师会先比，请2位一起站，我来这边。我们要进入战斗位置了。加油！就是他比什么，我们要猜出来。对，然后呢只有2分钟，你来主答。站到这边，往前一点，往前一点。好。对，然后总共计时2分钟哦。准备开始。题目在我们后面。猫咪，哦，就这样，简单。好，5分。第二个，2个字，第2个字，开，门，第2个字是门，第1个字，这是经典剧的名字。啊，对，没有错，太厉害了。然后第3题3个字，哎，怎么这样 ？OK， 好，第1个字，胡须。第3个字 ，money 钱，胡桃钱。5分，你给他加下去，太厉害了。还有嘞，第4题是4个字吗？喝水杯。第2个字，产。什么产什么杯？悲惨世界。音乐太厉害了！这个麻花的速度吓坏我了，在5分。OK。第5题第3个字。3个字。睡。睡美人吧。哦，睡美人。再加5分，哇！今天麻瓜组势如破竹了呢。3个字。虎。哦，这个狮子王。你们没讲刚刚那，我还以为是星星呢。最后20秒喽。4个字。Oh my god， 4个字。魔法师感到很压力了。第2个字。高音。声乐。The Phantom of the Opera。剩1秒了，最后1秒，时间到。哦，居然在最后1秒拿下了这一题。恭喜麻瓜组，谢谢 Kevin，谢谢。2分钟怎么那么快？2分钟很快吧？我们可以去
没错，你们旁边先休息一下回到旁边。接下来我们要换魔法师组来攻了。我现在冠良老师在摸他的头，觉得很厉害，怎么这么会猜？来，加油！会猜字。杰宇老师跟秀芬加油！好，准备，好，准备喽。好，计时开始。传统戏曲有跟传统戏曲，哇，5分给加嘞。2个字，第一个字，第一个字，刷，刷，第2个字，刷，啊，刷，下溜，刷，扫地啦，扫地，扫地。好 ，pass。第5个字。哎，那刷什么？豆酥。刷啥啦？刷，保健，再讲，迄个，我先其中一个。李洞宾。3什么吕洞宾？剑是李洞宾吗？不是吗？不是刷啥？第三，第二个字。时间飞逝哦。走。加油！我发现冠良老师非常的执着，他没有用 pass 他没有用 pass 他没有发现 pass 那个，他没有 pass 哦。刷，有，刷，啊，刷瓜虾米？全部出来了，倒数1分钟喽。三根吕洞宾。刷，我真是我呢。我们要 pass，就困难了。30秒了。那泡奶昔的那个干砂狗牛，有5分加下去，20秒。老师难，我们就 pass， 我们不要这么执着。在豆酥吗？还是什么？豆酥，就讲我打头发，你袂帮。哦，时间到，有困难呢。哎，那个到底是什么？我真的。砂瓜李洞宾。哦，砂瓜李洞宾哦。来，我想要先访问一下砂瓜吕洞宾，它的里面有没有一些招牌动作，是一看就知道，哇，这就是那个戏曲，还是就是没有这个动作？没有，它是名。真困难。真困难哦。就涵盖就这。感受到戏曲的门槛。哦、对，戏曲的门槛果然跟一些你比手画脚的门槛不太一样。就光我倒头华丽，我还是有。好，我们麻瓜组准备就定位喽。查找要再一轮吗？好，我们就定位就是来到我们这边。好的，对，没有错，没有想到我们。哎，没有，我们要准备来这边就定位了。对，来这边就定位。我猜。好的。哦。我们要准备来收尾了。对，我们不要比了，是不是？是的，就没有想到，对不对？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时间不饶人，让大家这么。如果是孤掉我，上好算到袂记时间，上好算袂还给时间哈。傻瓜，我发现你们这一组还卡在那就像一个异次元一样，把你们卡在里面，没有要出来的意思。但是呢，很感谢有观众呢，就是这么厉害 ，Kevin 跟秀芬一起来参与，让我们呢麻瓜组。突然就突飞猛进了，赶过了魔法师。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们还是要来颁发小礼给2位参与的观众，非常感谢。谢谢。你给他。谢谢。来，秀芬要不要说一下你刚刚的心得？来说一下你的心得。对，毕竟李洞宾是你有讲，李洞宾。那一个有吕洞宾。你摇的时阵吼。甲现场真正甲我想的拢无共啊，然后要摇，可能都摇袂出来。啊，伊有一个派件，我就知影，敢若是吕洞宾安尼。很快啦，很新奇。啊，有好耍啦吼。
啊，那 Kevin 呢？刚刚怎么猜这么厉害？没有，其魔法师一周的题目熊难啊。哎，我也觉得，成长，气度不一样了，好的，我们再次掌声感谢2位勇者的参与，谢谢你们，谢谢。来，讲，谢你哦，老师爱你，谢谢。好的，真的那个什么2的麻瓜组呢，真的是感谢魔法师的，你们还在那个里面要出来了吧，老师们？那个我们非常感谢魔法师的承让啦，因为戏曲真的是有它的深度，有它的难度，所以呢，麻瓜组这边呢，到时候再敬邀老师们来那个什么2的现场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戏曲的秘辛。那我们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正式的下台一鞠躬。那个什么2呢，真的很荣幸来到这个戏曲的现场，学了非常的多，然后也希望透过我们这样子的推广，可以让更多人认识歌戏。那在这里呢，郑重的跟大家下台一鞠躬了，谢谢大家。谢谢。好了，那我们就下次明年见了。把现场交还给主持人。都不用比。哦，感谢咱这麻瓜甲魔法师的主持群啊，想袂到啊，最后得到胜利竟然是麻瓜组呢，吼，对不？他们的趣味竞赛啦，对，趣味安尼。啊，这2天的比赛嘛，真正足辛苦的，吼，啊，比咱可能所有的参赛者更较辛苦安尼。啊，不过相信啦，会当互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啊，会当对这个活动当中去了解到咱歌戏的身段，甲现代舞哦是无同款的肢体表现。头拄仔呢，咱第1段的表演架成戏台内底，你嘛是会让感受到真济咱人生，吼，台仔顶甲台仔骹无共款的人生，啊，毋过呢，因会互相交流，吼，就像迄咱台仔顶的演员，伊嘛交着足侪戏迷好朋友，吼，台仔顶甲台仔骹呢，其实感情是真好的，嘿，大家拢是为着歌戏。这个热情斗阵，对，真正非常感动，因为这就是真正这个歌戏演员人生一个真实的一个写照安尼。所以相信啊，不管是来这参加比赛的所有参赛者，也是讲即马伫咧现场、伫咧线顶，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咱就是对歌戏有一个热情啊，咱毋才会伫这个所在相会。也毋过咱即马呢，就要带着这份的热情。继续为咱的所有参赛者加油，因为咱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上刺激的颁奖典礼。是，首先，咱要颁发的是由咱观众咱评审团所票选出来的人气奖。咱邀请到咱的王金英先生上台为咱颁奖，掌声有请。大家好。啊，即马要来颁一个人气奖，大家拢无选互我，咱选到一个啦。没关系啦，后摆再选互我吼。这个人气奖是大家选出来哦，伊足有人气的呢，啊，所以大家拢选你吼。咱来看什么人吼，人紧张哦。人气奖第3届。歌上青，吴建伟，囡仔话声啦，嘿，恭喜咱的吴建伟。囡仔真搞哈，你先话声嘞。囡仔先话声啦。你看，已经哇跟爸爸招手了，已经在拍手，你看。哦，真辛苦呢，排到今嘛，你无先放落来一个哦。来，掌声鼓励！哦，今麦颁发的是奖牌一名。哦，囡仔，今麦你会使叫一下，不要紧。好，咱后边有奖金，哇！娶某前生家后吼，人气奖的奖金是1万块。1万块哦！哎呀，奶粉钱有的啦。哦，你看伊某偌欢喜的，米娜就欢喜的。好，咱今嘛建伟发表一下感想一下。讲一寡话，嘿。老师不够口水，老师给我提示。谢谢各位观众投给我这个人气奖，谢谢凯哲，在表演的时候帮我去
请其他观众来帮忙投票。谢谢我别人号召的啦。还有谢谢家人，我的老婆跟我的女儿。明娜，谢谢大家。哦，恭喜恭喜咱得奖人，感谢咱的颁奖人，先到后台休困一下。是。好，咱刷落来咧，要邀请到咱的徐亚香先生上台为咱颁发由评审团所票选出来的评审奖，掌声有请。大家好，即马大家应该真着急吼，想要知影即个咱第3届歌仔上星专业组即个评审奖的得主，得奖的是10号林婷怡，恭喜林婷怡再次得奖，请上台，张起的冠军呢，对，哦，马上双料啦，无简单，无简单，恭喜婷怡。笑容都开了，无想要长起来个硬硬，真正是我，今仔嘛红呢，你看今仔嘛红，对啊，今仔嘛红的，来掌声个鼓励，是今仔颁发奖牌一边，恭喜婷怡，好，出来咱的奖金，评审奖的奖金嘛是1万块，来看头前，好，恭喜，来婷怡，跟咱发表一下感想。连宗呢吼，2天连宗。首先我想要感谢歌仔戏发展基金会主办这个比赛，会当互我有机会当徛伫咧这个舞台。嘛想要感谢辛苦的主持人，还有评审老师，所有的工作人员，这几工啊遮尔辛苦。还有我想要特别感谢我的老师林美香老师，这个动棒是伊教我的，啊，毋过这摆因为我的疏忽，所以大马调袂当全部唱完，后壁阁有一段无唱完，真正有淡薄仔可惜。啊，毋过我还是足感谢伊一路来安尼甲我照顾、甲我看。我阁想要感谢民权歌剧团所有的团员、所有的老师对我的照顾，我感觉会当伫咧民权做艺生足骄傲的。我嘛想要做一个会当互因骄傲的艺生。最后想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时代歌仔戏社的好朋友、学姐、学长、学妹、学弟，所有的人，谢谢，我会更较努力。恭喜得奖人，嘛感谢颁奖人，请到后台休困一下。哦，这囡仔捌代志啦。对，爱全部拢爱感谢。2天跟他这个感谢咱啦。你要讲这哦，安尼咁好意思。再来是要颁发的是咱的第3名季军，咱邀请董美芬先生以及吴英顺先生就台，掌声有请。感谢主持人。我意思是起来爱先感谢主持人。老师，你安尼讲，我就爱安尼啊。来评审但是平常心讲，因这2天主持人真正足辛苦，爱记的代志足侪，都要搁控制全场，所以真正辛苦，咱个拍波啊，多谢好不好？感谢。哇，足荣幸的会当甲敬爱吴老师做伙来颁这个奖，所以是不是今嘛请吴老师来甲咱开奖？开奖，来。好。歌仔上星第3届专业组决赛季军6号曾博豪，恭喜咱的曾博豪！哇，家己自弹自唱迄个啦，对。哦，客月琴迄个，哦，厉害。是啊，真正无简单啊，自弹自唱。是，嘛唱了就好。无毋对。伊的声嘛唱了就好。恭喜！其实我想要问伊，先啊尾仔穿红色的是伊吗？不是伊哦，尾仔穿完全不是伊吗？今麦颁发奖牌一边。好，季军的奖金8万块。已经听到欢呼声了。专业做鸡排加珍珠奶茶，恭喜！
好，咱请博豪跟大家发表一下吼这种的感想，来。要安怎讲？足意外，完全无准备会得奖安尼。其实收回来，收回来，收回来，你为什么要收回来啊？谢谢。真感谢所有即个歌戏的前辈啊，搁有当初时间甲我做学念歌的即个周定邦周老师。嘛感谢今日所有的参赛者、所有的主持人、后边的阿教师，啊，搁有工作人员。我会当来参加这个比赛，会当得奖是遮所有的前辈，啊，搁有即马一长咧拍拼的即个少年人，大家做伙行出来的路。嘛希望大家会当继续拍拼，像我这款业余的吼，嘛有可能得奖啦。希望大家拢会当轻松。有勇气来继续来学歌啊！大家做伙来唱歌啊！莫感觉家己毋是专业的，或者是家己无去科班，就感觉毋敢来学，还是讲毋敢来演安尼。希望会当甲大家鼓励一下，感谢大家，谢谢。感谢，再次恭喜得奖人，嘛感谢咱的颁奖人。接落来要互咱来邀请的是。后一组的颁奖评审，咱的王金英先生以及孙翠红先生为咱颁发专业组的亚军，以掌声有请。我看到好啊，这啊，喂，你要先讲，我要先讲。好你啊，你先讲。唔通敬老尊贤，唔通。这是后台甲我吐尔，你讲咱两个无共国。拢住伫台湾，伊讲我无共讲，啊无我伫美国嘛。无啦，不是啦，我从咱无较无咧接合啦。阮嫂也是你的学生呢，高玉山啦，高玉山呢。嘿啦。啊，阮哥哥你拢叫伊阿吉兄，结果伊比你较少岁。是嘛？啊，你无代无志定叫人阿兄。对啊，我到尾啊，我才知影讲。啊！我叫你遐尼久，我拢互你偏去，是咧叫我阿姐才对。对啊，所以你看咱两个，因为我都伤济岁也无法度啊。咱两个亲缘遮尔亲，你竟然甲我讲无共国？有啦，共国的。我就是要唱口调啊，唔通唱。当。这我跟你讲，拄只人咧讨啊，主持人拢会讨讲爱甲感谢。吼，但是美粉的迄组甲感谢了，吼，咱要感谢什么人？你感觉咧？感谢两个哦，哟，你是讲感谢？哦，你这个表唔通啦，气嫌的咧？因为先生唔通啦。感谢你两个都安尼无？两个吼，愿意吼，安尼做安尼遮大汉，看伊甲真大汉。我白讲，你熟悉我就遮大汉啦，我大学就遮悬啊啦。伊甲我讲哦，王阿姨。哦，我徛甲骹用要断去啊！有影足辛苦的，因拜四就来啊。对。嘿，拜四就来啊！为着这个歌啊上青吼，安尼真心伫咧拍拼，啊，都爱烦恼要穿安怎才有得体，啊，都爱话安怎讲。哦，两个嘛是安尼配合甲真好。你看这帅哥安尼看起来安尼这么帅，配美女呀！感谢金英先生。女主持人哦，是我有史以来看到的今仔身材上好的。袂啦，本来都拢袂歹啊啦。伊有秘密穿伫身躯顶。哎呦，你哪安尼？这甲所有演员是同款的哦。阮若要上台进前吼，伤大箍，头家拢会讲，甲巴肚缩起来。阮就爱去买，较早无束裤嘛，较早拢是穿眼镜对无？这啊，你有吹着无？你无大肚无吹着？无咧，你足好命。敢若暗顿。要演出咯，莫食。要食呢？嘿啦，无要紧，咱嘛是共款来感谢。对啊，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后来啊，甲饭粒吼。嘿啦，互咱三顿有通食，互大家选手拢有奖金通摕。嘿，哦，祝大家身体健康。嘿，搁万事如意咧。嘿，对。咱今日咧办一个，毋是咱咧选手。亚军哦。哦，这亚军这无第几名？啊，这啊，来。你拄则有叫过伊名，搁你叫一届，你嘛是捌哦，无勇气，互你叫啦，互你叫。来讲，拄则因查囝已经伫现场甲恁唱口调啊啦，
所以人气奖才会提去啦。哦，安尼哦，够厉害，警察过来唱口条啊！这个人就是吴建伟，也恭喜吴建伟，可是一个双料得主，恭喜！你看，唔知家己得奖，各位后壁走过来。你是走去食薰着啦，走遐远，绝对无想到。哎呦，对啊，绝对无想到。哦，演出拢做武行、做武卡，足够拍的，唔知影会晓唱。哎呀，即摆颁发这种牌一面，来江夏讲诶，好，咱的奖金，哦，偌济钱？哇，10万啦！哎呦，哎，会当买新衫啦！对。伊讲奖金要互因某啦，哎呦，好来缴回国库。好，咱今晚来建伟，你阁有其他的感想吗？哦，孙老师甲你客呢？好，来，哦，真正有呢。哦，你竟然有准备。田生老师、观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能参与这次歌彩上青的比赛，也很荣幸的进入到决赛。可能只是运气比其他选手好了一点。多了一次能表演的机会，虽然参与的是专业组比赛，但我不是用歌唱让观众朋友认识我的演员，大部分都是在舞台上翻翻打打，在歌仔戏圈子里，顶多算是一个专业武行。谢谢初赛及复赛的评审老师给予我能够进入决赛的门票，让我能够突破自己，也谢谢评审老师跟观众朋友。你讲完没？讲完了。讲完了。我问一个大家很想知道他的身世。他现在是职业军人。哦。孙老师。保家卫国。你甲曝光伊敢会国防部等下甲你啊？无啊，我正就是要问伊啊。我讲啊，你咧保家卫国，你走来阮唱歌又搁甲阮得奖，互你选择你是要等去兵营，还是要留伫个歌乐舞台？哎呀，哦，都要。经验的问题，心在做赢，心在都要。伊若讲伊要等去兵营，10万块要甲没收。但是伊讲都要，也袂歹啦。咱少年人伊愿意讲安尼继续拍拼吼。伫个军营啊，搁有法度唱歌戏，搁伫遐拼来拼去，拼互因军营的人看。同款为国效劳啦。啊对啦，为国效劳，会记个哦。你得10万，交恁某10万。啊，交恁囝唔免，恁囝拄则甲阮哭甲大细声，你还要赔偿我们这个主办单位嘞。但是真的很感恩，他去当国军英雄，但是伊无袂记歌戏，对不对？哦，是恭喜咱的得奖人嘛，感谢咱的颁奖人，请到后台休困一下。休困。哦，伊绝对无想到伊会得奖。对啊。哦。以前我捌听人讲，武戏金文，文戏金武戏图，就是讲一个演员有法度做文戏唱歌，这是上无简单的代志。吼，所以即马建伟，伊即马会使接有唱的戏啊，吼，各有戏班会使甲吹，啊，毋过爱写公文互国防部，看会使离赢无？哦，安尼，甲请假一个。对，好。上紧张的来啊！来啊吼！上紧张的，咱的第一名冠军。那么邀请的颁奖人是咱的总调集人林茂贤先生，以及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副主任王益群先生，咱掌声有请。掌声有请。无论你即马是伫读歌戏科系。或者是担任艺生，或者是你已经开始从事歌戏的表演艺术，我甲你讲，恁即马伫做的代志是非常有意义哦。那真侪行业呢，大家拢通好做，但是并毋是大家人拢通好演歌戏，像我都无迄个条件哦。所以恁伫做一定是上界有意义的，啊，恁是歌戏未来希望啦哦。那每一年的比赛了后呢，咱伫个这个评审。
个，比如讲要申请补助，或者讲恁要来评选什么保安宫的二世戏啊啥货吼，阮若看到你的名，恁迄团拢会优先通过。哦，嘿，就优先补助啦，吼，因为所以恁的表现对家己戏班是有真大影响，吼。那我希望讲大家继续坚持，因为歌戏需要恁。所以，咱就要来宣布，2026年歌仔上星专业组的总冠军啊！罗灿君，恭喜罗灿君下酒台。嘛是个真拍拼的一个女小生啊！哦，女小生，是。来，再一次甲掌声鼓励，恭喜灿君。今麦颁发奖牌一面。好，咱的奖金12万，哇！恭喜，非常恭喜！好，咱即马请灿君来发表一个感想，拢用台语讲。首先，我要感谢所有的评审先生，所有辛苦的乐师先生。还有主持人甲主办单位，嘛真多谢我的妈妈，无论我去倒位演出比赛，阮妈妈拢会陪我去。还有感谢所有支持我学歌戏的人。今年是我学歌戏的第8年，感谢学校的先生用心栽培。最后，我要感谢玉珍老师，伊教我这出戏，嘛互我真侪勇气甲信心。我知影一个演出的背后是遮尔侪人做伙合作才会当完成的，所以我会当徛伫这个舞台顶，我感觉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我会继续加油，多谢大家。恭喜得奖人，嘛感谢颁奖人，毋过请咱大家留步，因为咱这要请所有的评审先生啊，各位咱所有得奖的参赛者会当回来到舞台顶。咱刷落来时间呢，咱就开放吼，互咱即马所有的观众朋友提出恁的手机啊，会当记录这历史性的一刻哦。好，安尼当看头前，先互头前的观众翕相。换到手屏的观众，咱即摆看正手屏的观众，好，咱最后中，咱来比一个歌仔上星赞，好不好？好，来，歌仔上星赞。再一次，咱恭喜所有的得奖者嘛，感谢咱辛苦的评审，感谢所有辛苦的评审先生，辛苦咯。是。哈，你来哈一声。哎呀，终于会当准备下班咯。来，咱个2张啦，紧甲讲好了。好。咱即马吼，感谢所有这2天陪伴阮所有的观众朋友，现场的也有伫咧网络的朋友，真正非常感谢。吼，嘛伫遮呢代表咱的主办单位财团法人台湾歌仔戏推广基金会，感谢大家，嘛感谢咱现场目前幕后咱有100外的工作人员，真正足辛苦。包括遮直播录影所有的工作人员，大家拢足辛苦。嘿，嘛伫咧遮呢，希望大家咱来
关注咱第4届歌戏上星的报名的方法吼，要注意哦。所以呢，咱伫遮相约第4届歌上星全国歌曲调比赛，咱明年再相会。多谢大家，谢谢。